另外，咱来关心日本自民党的青年局访问团来咱台湾访问，昨昏是拜会三党总统参选人。民进党赖清德希望会当深化两国的合作，那国民党侯友宜是希望进一步累积台日友好的关系。民进党的高文哲是望向对方表示，伊是望透过选举来改变台湾的政治文化。以爱出第一副总统也是民进党总统参选人的赖清德，离接近日本执政党自民党青年局访团，意思是唔拿讲到互相人民感情愈来愈密切，也强调台日目标一直创新权，唔望深化合作，共同维护印太地区和平稳定。那更重要的是要共同合作，维护印太的和平跟稳定，那么带给这个区域的国家。还有全世界都能够繁荣发展。同款会见自民党青年局访团呢，也有新北市长，也是国民党总统参选人的侯友宜。这是检发基础必是丰收有余为青年团队。侯友宜送金属的丰收有余访团，双方讲到青创甲防灾议题。侯友宜强调，新北市甲日本有长久和良好的交流，唔望进一步务实累积台日友好。我们新北市的青年局能够跟自民党的青年局延续良好的一个互动，希望台日关系不断的紧密，我们台日的友谊能够深化。自民党青年局长林木宪和送予民众党总统参选人郭文哲日本传统动员建议，访团成员也特别表演一个郭文哲是讲到政治理念。我把选举当作是一个改变文化的社会运动，你知道吗？那当然，这也是台湾历史上第一次用改变政治文化当作诉求的选举。这摆日本自民党青年局海外研修团超过60人访台，领团的林木宪和强调，台日关系是真正的友谊，台海局势关系日本甲国际社会整体的和平稳定。访团有计23访问北流，民进党立委何志伟、民众党立委邱成远的共同前往台日国会议员美联出变外交记者综合报道。